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是要来去，这咱想要泰国呢吼。有水哦，真热诶时阵爱来海边啊，行路安尼散步游泳。四面拢海。哦，这四面拢海，听讲即个所在是一个岛，真水诶一个所在。但是即个岛是自国族哪会孙啊，就来遮徛去啊。这么厉害哦！哪爱孙啊，而且伊敢若台湾诶1/4，但是伊足厉害诶，就是足侪人去遐耍。而且吼，我进前拢也准是塞浦路斯，即个所在是一个是欧洲呢，结果发现伊是亚洲，伊是亚洲，毋过伊有参加欧盟。嘿对哦。南边有一半参加，一半无。最厉害，佫是一个唯一一个参加欧盟的亚洲的国家吼，大家知影即个所在无？敢有人去过吼？会甲咱写一个哦。咱今仔是直播，嘿，咱真礼拜去对。讲到溪流基，伫遐讲迄个提督的水道，就是迄个溪流基的港。即个港，咱知影讲保罗甲巴拿巴伊两个人是对溪流基坐船啊来伫即个塞浦路斯，叫做基比路啊。来两个港，较早溪流基目前溪流基的港已经吞并啊。已经毁掉，无去做港。即个沙拉米，较早登陆的迄个沙拉米的港是古早，就是说，伫世间的时阵，沙拉米是一个足大的海港，生意也足好。即阵有哪无去啊？安尼，好，所以咱等下会当看到伊做所以这是进前的古早的地图。即个搁较早。即个图搁较早，上早啦吼。即个上早地图，咱看圣经，圣经内底足早就讲到即个岛。讲伫民数记的24章24节啦，讲每日有船对基体来，苦楚亚述，苦楚希伯。伊也要应袂无，就是讲对即个。基体的就古早叫做基体，即摆叫塞浦路斯啊。对塞浦路斯遮的人有坐船过来，因遮拢是足够航海。住伫遮的人拢足够航海。你看伊对遐就已经会当拍到亚述，拍到三族的土地啊。真厉害哦！所以伫旧约就有讲到即个岛啊。所以要因着过去基体，才会看要有这是亚利米。看袂着圣经，圣经才互你知，互你的人头知。等下吼，我知咧啊。安尼。对安尼啦，民数记吼，恁着过去基体才会海事来观看，看捌有即号的事啊无？当然，佮足侪伫旧约圣经抑佮有足侪所在记载着基体即个所在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知影讲基体是足古早就已经有啊，伫8,000当前就已经有人遮徛起，就是拿嘛，拿的囝就已经来伫遮徛起。所以这毋是现代的足久以前，真正是。现代来讲，现代虽然即个岛足细地，敢若是台湾的1/4，毋过伊佫分做两边。哎哟，那遮可伊佫分做两边，因为伫迄个土耳其伊有军队嘛，所以土耳其有来占北边的土地，因为迄边拢是土耳其的人。即边下骹南边拢是希腊的人，希腊的人甲土耳其的人袂合，袂合迄阵政治有较乱，所以土耳其就派兵过来，派兵过来就讲安尼，山甲分做两边。
分做两边免分中吼话若熟个遐，就是有联合国个军队伫遐住啦。伫遐讲恁毋通拍板，恁北边南边毋通去相拍伫遐做维和部队。所以有一个3个国家的人伫遮就对。即摆3个国家4个，即摆会当讲4个，因为佫有一块英国佫有保留一寡土地，英国有保留较少的土地，佫有塞浦路斯本身的，佫有土耳其的，然后佫有联合国的军队，4款政权。这有厉害哦！这听讲是可能差不多台东遐尼大对无？下骹的塞浦路斯还是顶悬塞浦路斯？差不多等于南航啊，台湾的南航以南，高雄、屏东加起来。南航以下。非常细的一个所在，可以当分做两边啊吼。来，搁两个所在，两个国家，而且因信的搁无共的吼。中个一个联合国。两边足奇怪，就讲因的首都两个国家公家用。而且因咧像迄啥物活动公家用呢，做好耍的呢吼。毋过有一个所在你若要去南边看塞浦路斯的南边，你若对北边来，你若对土耳其入去，你是袂当过南边的人到底袂互你过。因无承认北边对无？无承认所以你对边咧来南边，就挡咧，迄个关口就甲你挡咧，你袂当过。所以你若要南边北边拢要看因的历史啦，伊的考古的物件足济，一定爱南边北边拢爱去。你若拢要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爱去希腊。然后坐飞机对南边入去，入去以后，南边的人会当互你去，会当过关去北边，当安尼做。但是你若为土耳其来，你就袂当去南边安尼吼。你若去土耳其旅游去佚佗，无法度对遐入去塞浦路斯，再去坐飞机去雅典，去雅典个转机入去塞浦路斯。安尼就对啦，真好耍诶！这是老师为飞机去诶。飞机顶翕诶，这飞机顶翕诶岛是生做安尼，可能角度诶关系吼，无像迄个地理诶地图安尼。这山顶，因为山你看山诶路足白，一条一条路足白。这个山阁无咱诶台湾诶上悬诶山。因无啦，因诶山诶悬度足好记，因为甲台湾诶玉山平悬，毋是平悬啦，差2啦。迄个一改做3，就是台湾诶玉山。差遐济讲法呢？台湾诶玉山3952公尺，伊遮上悬诶是1952公尺，壁952拢平平。敢若头前迄是有差，是，这就是飞机顶悬翕落去。飞机顶翕诶，因遐有就是诚少，就是讲路诶边啊真宽拢是袂当有草，就无树啊，无迄个草，所以看起来拢是白白诶路。原来是安尼。咱观众朋友有人去过无吼？这看起来咱像迄棋盘啊，像毋是假迄个游戏诶地图吼。但所以是这个所在，虽然细地，毋过是足重要，伫历史诶方面足重要，伫基督教诶方面也是足重要。咱知影基督教开始是伫亚兰嘛，亚兰是用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领导毋是伫亚兰嘛。对亚兰的世界，要入去地中海，然后做塞浦路斯做第一站，对遐看到全世界。所以伊是足重要的一个岛屿。所以基督教伫遮发展也是上早，伫欧洲拢还袂有伊的大圣有啊。速度就是耶稣的学生就已经来啊。所以这第一站为什么这会做第一站呢？这有原因的哦。来看圣经讲什么？
圣经使徒行传13章4节，因已经奉圣神所赐，落去西流基，对遐搭船去塞浦路斯。咱这段圣经咱真该有读过啊，来4章36节，有利未族的人，出世伫塞浦路斯，名约瑟，使徒拢叫伊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讲足够安慰人的人，伊足够安慰人，足够甲人鼓舞，安慰别人，所以伊会安慰保罗。迄阵大家拢惊保罗，干那伊毋惊，就安怎伊甲迄个是讲足惊保罗的人，安那两边甲讲好，讲毋免惊，伊已经悔改，伊已经看到耶稣甲伊显现，伊就是即款人。对，所以这个叫做啥物？够安慰人诶。对，你若要做一个大代志，一定爱带一个足够冲的人，对吧？巴拿巴伊是足好诶人，足够安慰人。保罗甲互冲，因为因第二届要出门诶时，毋是伫遐冤家嘛？巴拿巴甲保罗冤家嘛？因为伊是要带路加，伊讲无爱，保罗讲无爱，因为伊真解伫中途走转去。迄以后咱过来看这个圣经。嘿啊，就是讲伊表示讲伊牵因兜诶人可能关系拢袂歹哦，所以伊第一站就是转去因兜，对无？这是巴拿巴。因为是巴拿巴就是伫遮啦，因兜伊就伫遮出世诶。对西流基落到基比罗就是塞浦路斯啊。这毋是随便选的所在，因为巴拿巴是塞浦路斯的人，就是本地人带福音倒转去家己的厝。这到迄个讲用足强的国家来压制，像较早英国还是讲对是国内传教，意思无共伊也是用本地人去传互家己的人，安尼会较好传。所以足紧的伫迄个所在传甲福音足好势。所以表示讲巴拿巴伫因兜是有好名声诶无转去人会感觉即个人要来啊，对无？人会感觉你有带啥物好康诶来，较紧来听安尼对无？所以咧转去因兜宣教。所以而且拢是东正教啦是，上厉害诶是因诶罗马到最后罗马总督对无？个信主因为巴拿巴诶墓园伫遮罗马诶总督伫遮信主。这有厉害哦，就是传福音传互到顶悬诶官拢信主。罗马伫即个所在有设一个省，迄个省长，就是讲即个所在上大迄个罗马诶官，而且信耶稣，伊是第一个哦，是所有诶信耶稣诶官诶第一个。是，所以这就是伊人做好啥物？人做了有成功。伊叫做四求保罗啦，你会记得，咱以后会再看到即个圣经节。对，咱到拍布诶时来看。是，就是咱几啊礼拜拢会继续讲即个所在。咱继续伫即个所在，因为遮有足侪足重要诶所在需要咱知影，所以咱遮会讲甲几届，讲差不多爱5届吧。像咱拢伫外口诶人然后有啥物好物件其实我拢会甲伊款诶对无？咱会一当转去台湾，可能1、2摆就会好物件摕去互爸爸对无？摕去互咱厝里诶人所以即个巴拿巴嘛是伊甲上好诶物件先带转去因厝，分互因兜诶人，而且伊阁爱带一个足够传福音诶人，即个保罗对。这个有厉害诶，这个伊诶
策略真厉害吼，这嘛是上帝即互伊的即张图后壁就是因的海水场，这足水呢！你后看遮尔济人伫遐，这真伊迄正足顶悬白白迄个拢像迄雨线安尼吼，遮阳伞，遮阳伞着足大个，拢固定伫遐。这比泰国搁较厉害，遮尔济吼，真水的一个所在吼。即个是就是咱拄仔讲的迄个港对无？沙拉巴拉巴的故乡，伊就是遮个人啦，沙拉米，沙拉米的人，伊出世伫遮，甲保罗也伫遮讲道，所以保罗第一届来出外来讲道，是即站，即个站是第一站。基督教的向外口传的第一站就是伫即个点。是。所以就是伫北边诶吼，咱拄仔看地图，佫会记无？会当遮属目前是土耳其管。真水诶一个所在，但是即阵已经无咧做迄个港口啊吼。保罗、巴拿巴甲马可，即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迄个啦，马可福音迄个啦。因两个马可哦，是为着伊冤家。表弟，因为表小弟。保罗跟巴拿巴为着伊冤家，但是。对，即个马可马可后来真好哦，后来伊真好，所以保罗讲较紧找马可来我遮，因为对我有足大诶帮衬。伊无讲冤家着扣因，无安尼啦。随时着好好。所以伫上帝内面吼，无永远诶冤家哦。你若有欠啥物人冤家诶吼，会当带伊来教会，还是咱家己先来教会吼？想看卖啊，咱会当安那来。只有犹太会堂哦，因着两个人着拢伫即个所在讲道，所以保罗后来第二届出诶时，保罗着对陆地行吼，对大数迄边去。巴拿巴呢，甲马可两个人着坐船过来遮。对耶路撒冷过来是第二届出去传道诶时，巴拿巴入来以后着拢固定伫遮。直到过身。是，你像这是第什么？2000几档啊啦吼。即个咱来，即个岛是啥物人建立的？讲为虾米叫做沙拉米？即个名安怎来？伫希腊的边啊，伫爱琴海啊，爱琴海里面内底有一个岛，一个小岛，伊的名叫做沙拉米。因为有一个算做一个勇士啦吼，伊出来袂当个倒转去啊，可能战争的缘故，所以伊就从伫塞浦路斯即个所在，伫遐建立一个城市，甲伊名做萨拉米，甲伊本地故乡的迄块岛共名。即个名是安尼来。是，真水吼，一个所在。所以咱遮个名拢毋捌，不要紧。你会知影即个是古早足以前吼，即个所在古早是啥物足重要诶一个。足重要诶，因贸易啦，就是讲要卖啊，而且有木材啦，啥物话要出入，还是讲东边要去西边。尤其咱知影，较早毋是拢足侪海港内底诶交流嘛，拢爱经过遮。因为较早诶船无法度一届着驶航啦，拢中途爱有停困，爱有增加一寡要食诶物件，还是水，拢伫即个岛做一个足重要诶中站。是，所以即个北边诶吼国家，即个岛有罗马啦、拜占庭统治，还有希腊，当然足侪国家有统治即个所在。所以咱拄则讲诶4个国家，即本搁伫遮吼，这有厉害诶。即本已经变做迄个生水。沙拉米迄个港口目前是变安尼啦。足水诶，已经生水啊，无咧贸易啊吼。所以就是咱知影飞机顶悬看到，这
真特别，真伫水诶所在。地中海诶船啊，还是讲海水，拢真水啊，真蓝。即本嘛是因开放互基本上咱想要每一个国家拢会当免费入去，免签证诶哦，因为伊北部无互人承认吼，所以希望人免签证就会当去耍吼，吸引游客就对啊。所以咱今仔日真欢喜，咱诶朋友嘛，好久不见哦，是要送酒来诶哦。我若有好酒，其实我拢会款款诶吼。有当时会送去泰国，互遮诶好朋友做伙吼，做伙，因为因是做好诶朋友吼，多谢因来捧场哦。今仔日都真欢喜，多谢老师给咱介绍即个遮尔水诶所在。小岛，小小诶岛啊，足重要，历史阁是足久啊。台湾诶1/4，佮分做2边，佮4个国家伫内面。后一摆阁会继续阁来讲即个国家吼，所以爱继续甲咱捧场。愿上帝赐互你后礼拜一诶下暗共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佮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爱记甲家己试一个赞。听到遮诶人吼，即文应该是足热诶，敢会伫台湾还是亚洲吼，拢足热诶吼。伫澳洲嘛开始温暖啊，祝福大家拢健康平安。多谢老师，大家后礼拜再会。